嘉义市的学校伫24节气春分一天办母语日的活动，有超过20个学生团队甲民间的团体，特别排练台语、客语甲原住民语的表演活动，要来做伙推广母语甲天文相关的知识。 舞台顶有囡仔念台语诗，台下阁有真侪档仔嘛用台语甲天文知识。10月下晡伫嘉义市的文化公园举办结合天文知识的母语日活动。母语内底其实咱作者的传统拢有讲到一寡天文的代志，安怎用母语来介绍天文，是希望讲会当透过这个活动来传达，把咱的民众会当了解。将近50个摊位的闯关，那么小朋友可以透过游戏来认识自己的母语，不管是闽南语，不管是原住民的语言，都在的显露出我们这一次的多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系列的传承。 除了母语的表演，主办单位嘛用天文甲母语的主题设计题目，让家长甲囡仔哪算哪参与。不管是用菜单，还是用互动游戏，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拢会当透过安尼大家老师，大家民众对于咱母语的关心，咱的安尼春分的活动更加热烈。会当学着台语，但是上较重要是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，都要学囡仔讲台语。伊这是潜移默化的，逐工拢爱学，较学会紧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表示，希望透过活动，让大家重视母语文化，嘛利用天文知识来推广母语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